家平安，欢迎收听5月7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大自然认识上帝的全能。我们要读约伯记37章1到12节。先来读今天的 RPG 金句。上主以大能创造大地，以智慧建立世界，以聪明展开天空。他一发令，天空上的水就澎湃。他使云朵从地平线浮现。他使闪电在雨中发光，使风从自己的仓库吹出。耶利米书10章12到13节。有一次，科学家牛顿拿着望远镜观赏天空的星星，他不禁发出赞叹：哇，神真是太奇妙了，创造出这么美的世界。但旁边的科学家好友忍不住笑他：别傻了，世界上怎么会有神呢？我从来不觉得有神存在。牛顿好希望他的朋友也能够认识上帝，因此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设计了一个精密的地球仪，并邀请他的好朋友来看。朋友说：哇，你去哪里买了这么棒的东西呢？这该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牛顿说：不，我什么都没有做。某一天他就出现在那里了。朋友说：你在说什么？上次来的时候我又没有看到他，而且怎么可能凭空出现？牛顿这笑着说：这就对了，这样的一个地球仪你都不愿意相信它会自己出现了，何况是这么浩瀚美丽的宇宙，会突然从无到有吗？大自然是一个美妙的礼物，充满着神的智慧和全能。从昆虫到鸟儿，从花草到大海，从风雨风雪到雷电，都充满了上帝奇妙的创造。让我们来看到他的爱和伟大的全能。透过约伯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透过大自然，我们来认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可以透过大自然来看看上帝如何彰显他的全能。以利户描述了神如何透过自然现象来显示他的能力和智慧。他讲到了风、云、雷和闪电，这些自然现象都是神的作为。神透过风云和雷电来显示他的全能，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存在和关怀。你知道，大自然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和创造力。他用不同的色彩和形状来创造出美丽的自然风景，从山脉到河流，从森林到海洋。这位上帝用自己无比的智慧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有他创造的秩序，让我们看到他的美善和全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大自然，你观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如何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保护和引导。当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上帝的手永远是在保护着我们。他用风、雨、雪来洁净这个世界，也让我们这个世界得到更新和力量。
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常常忙碌于生活和工作，但往往忽略了有时候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观看它的美好和神透过创造彰显他自己的存在。这段经文也让我们应该重新来关注大自然的美好，并且学习敬畏神的伟大和威严。此外，这段经文也提醒了我们要信靠上帝的引领和保护。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和困难，但是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因此我们应该来信靠上帝的引领和保护，相信他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着我们前面的道路。最后，经文也在提醒我们要珍惜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并且尊重他的作为和本性。作为我们现代的信徒，我们应该要保护和照顾神所创造的这个环境，并且尊重上帝美好的创造。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加珍惜和欣赏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并且让他的爱和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绽放，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身体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和他的慈爱，并且能够透过我们一起来维护神所创造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过得更美好。我们来默想透过约伯记37章1到12节中提到的大自然现象，你如何看到神的智慧和全能呢？这样的体验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大自然来彰显你的全能和智慧。当我们看到风、云、雷和闪电，以及美丽的自然风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创造和美善，也能够感受到你创造的奇妙作为。感谢您让我们透过大自然的景观来提醒我们应该要敬畏您的伟大和全能，并且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存在和关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甚至是一些的苦难，但你是一位全能的神，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我们人生的困境。我们祈求你用你的智慧和你慈爱的带领，让我们能够信靠你的保护跟引导，相信你会帮助我们来度过每一个难关。愿我们也能够珍惜和欣赏您所创造的一切，并且能够尊重您的作为和本性，让我们能够保护和照顾您所给我们美好的环境，同时也更加敬畏您的伟大。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喜乐，能够从大自然当中认识到上帝伟大的全能。我们下次再见哦。